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法星社，我係 Jackie， 我係 Cardi 啊。上集講咗2026年嘅流年內容，今集就講翻丙午年嘅生肖運程。好啊，我哋就喺呢個丙午年啊，6講解啊，有邊啲生肖啊運程會好啦，有邊啲生肖咧要注意喎。好，事不宜遲啦，我哋首先講第一個生肖屬鼠嘅朋友啦。屬鼠嘅朋友今年就要注意下啦，因為今年沖太歲亦都冇吉星幫助。沖太歲主要就係會發生變遷，容易有轉變，譬如轉搬屋啊，運程上都會有起伏嘅，所以今年都要謹慎行事。今年有一粒大耗星嘅關係，財運方面就要小心破財。會用咗一大筆錢之後消耗過多，令到成年嘅運氣都唔係咁好。如果消耗啲小數目就當破財擋災，因為今年亦都有一粒災煞星，災煞星嚟到今年就要好小心，佢係主是非、災禍、意外、疾病嘅。事業方面就容易工作變遷、轉換環境，所以工作唔順利嘅話就要多啲忍耐。另外感情嚟講，因為今年沖太歲啊，屬鼠嘅朋友如果有另一半或者拍緊拖，就要忍讓、包容，避免發生感情嘅變化。今年亦都有一粒天哭星嘅關係，容易有情緒化、口舌是非，導致內心痛苦嘅。所以今年冷靜啲處理感情問題啊、工作問題。整體嚟講，屬鼠嘅朋友喺今年就要加以留意各方面嘅轉變。特別留意嘅月份就係4月、6月、8月、12月。好啦，而家到咗講屬牛嘅朋友啦。喺今年咧害太歲嘅，容易小人啦，亦都容易俾人背叛啦。但係亦都有兩粒大吉星嚟到幫助嘅，就係紫微星同埋龍德星啦，會化解到好多呢啲問題噶，亦都會大大提升到財運方面咧，因為有粒暴敗星嘅影響啦，所以財富方面咧就會大起大落亦都所謂三更同五更富所以一定要守緊呢個財富至於因為害太歲嘅關係多少人出現喺背後指指點點惡意中傷所以唔好理會咁多閒言閒語做正事就會自然少人遠離㗎啦。方面咧，因為有粒天厄星嘅，就會容易有啲隱約性嘅疾病本身係有血壓高糖尿病啲慢性病嘅問題咧，就要多啲去check 好個身體啦。事業方面咧，因為有兩粒大吉星去幫助啦，會容易受到上司老闆去提攜嘅，亦都貴人好多嘅。至於做生意嘅就會遇到啲有權力嘅客人令到生意大大提升感情方面啦，屬牛嘅朋友咧就注意下多啲同另一半去溝通啦，唔好固執啦、硬頸啦、要面子啦，多啲關心對方，自然感情就會融洽㗎。但係點都好啦，今年有兩粒大吉星去幫助嘅，就運氣都會好嘅，但係都要注意下7月份同埋12月份嘅呢2個月啦。係啦，到屬虎嘅朋友啦，你馬年就係一個合太歲嘅年份，但係冇吉星，因為合太歲嘅原因，你今年嘅月運氣都會好轉翻。財運方面就不過不失，主要係冇吉星。揾錢方面就要靠自己努力去把握。背星到，所以要注意下，俾小人喺背後中傷或者講壞話，亦同時都有一粒地煞星嚟到，遇到惡人嘅情況就容易發生。
千祈唔好同對方交惡，退一步以和為貴。另外仲有一隻白虎星嚟臨，小心是非同埋官非。健康方面就要注意下，容易整親手。駕駛者就要小心揸車。事業方面就因為合太歲，工作方面都有好多機會㗎。但係都係要少説話，多做事，避免得失人。盡量今年就低調行事。感情方面，因為有一粒紅焰星，結咗婚嘅朋友就要注意遇到啲婚外情啊。單身嘅朋友就要注意碰到啲爛桃花。屬虎嘅朋友就要注意下半年秋天之後，特別係8月份。係啦，咁樣就輪到屬兔仔嘅朋友啦。今年咧就係破太歲嘅，所以咧喺人際關係方面會容易有破裂啦。加上有粒卷舌星嘅雙重夾擊之下咧，會容易同人哋嗌霎嗌交所以真係要注意同人哋爭執啦。因為破太歲嘅關係啦，會容易有破財啦，所以咧盡量要守緊個荷包，唔好無端端使一筆啦。另外嘅健康方面咧，要注意呢個腸胃問題啦。消化系統方面啦。至於事業上咧，因為有卷舌星同埋呢個破太歲嘅雙重夾擊下咧，工作上咧會同同事上司有摩擦㗎，所以一定要少説話，多做事，盡量唔好影響到工作啦。至於反而感情係啱啱相反喎，有粒咸池桃花星加上一個天喜星，會感情上咧多姿多彩嘅。如果拍緊拖嘅，會拉埋天窗㗎。至於單身者嘅就可以脫單啦。真係兔仔今年要謹記少説話，多做事，唔好同人嗌霎，自然運氣會提升嘅。但係都要注意3月份、8月份同埋9月份啦。係啦，到屬龍嘅朋友啦。今年馬年相對就平穩少少，雖然有粒血印星，但係今年同時有2粒大吉星照住，佢係天解星同埋解神星相助。今年馬年都會逢凶化吉化險為夷，可以排除困難嘅。財運方面就平穩，健康方面如果要屬嘅利器，就要小心整親手腳㗎啦。駕駛者就要小心揸車。事業方面今年行動力就好強，個人決心同埋鬥志都好旺盛，但係就唔好強，小心行事，會排除困難嘅。另外感情方面就有寡宿星出現，今年就會覺得有少少孤單如果遇到問題就同另一半多啲溝通。咁佢注意嘅月份就係4月、9月、12月。好到輪到講屬蛇嘅朋友啦。今年咧嘅運程咧一定係比上年好好多啦，可以話喺谷底度反彈嘅。亦都今年會好多諗頭啦，好多計劃啦。因為有亡神星嘅影響之下咧，心思咧會增強咗嘅。至於諗嘢諗得太多，就容易忘記嘢，大頭蝦，所以一定要注意唔好漏咗嘢或者唔見嘢因為亡神星嘅影響咧，會記憶力咧突然間失魂嘅。健康方面啦，因為有病符星嘅影響咧，會今年出現多啲小病痛㗎，所以一定要注意身體方面啦。今年運氣又好多啦，屬蛇嘅朋友有粒6星去幫助咧，打工嘅上司老闆會好好提攜同埋讚賞㗎，升職加薪㗎。至於做生意嘅，亦都會有幫助客人會俾好多生意你嘅。方面啦，單身者嘅有好多出現桃花嘅機會但係要注意會容易有啲霧水姻緣如果真係揾到
合適嘅對象啊，一定要好好把握，唔好流失，穩住感情啊。結婚嘅容易出現外遇啊，所以要謹記小心啊，唔好啊令到婚姻有破裂啊。年會比上年好好多，但係都要注意8月同埋9月份啦。好啦，今集就講住呢6個生肖先，下集會講埋剩低嘅6個生肖。好啊，如果你哋有咩意見或者想交流嘅，可以喺留言板或者私聊俾我哋會盡快回答你哋嘅問題㗎。最重要嘅係記得訂閱或者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多謝大家，下期見，拜拜。